嘿，大家好，今日有我哋4幾21宇團地產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嘅88廣場。88廣場實業面積係302尺，業主係放售為主嘅。好，先大家入屋參觀下先啦。入屋嘅左側邊係個廚房嚟嘅，跟住帶大家去參觀下洗手間。業主過咗個企缸，方便清潔打理。而呢個洗手間係有窗嘅，方便濕氣排出。好，再參觀下個睡房啦。睡房望到河景。好，再參觀另一個睡房。而呢個睡房係有兩邊窗嘅，係對流窗。而遠望係望到吐露港。好，再參觀個客飯廳。客飯廳景觀個海洋。而呢個單位業主係放售為主嘅。如大家對單位有興趣的話，聯絡我哋4幾21宇團地產。多謝大家收睇。